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12月1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2章第2到第6节，阿摩司书第8章第4到12节，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1到1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少收或是多收。这个主题其实我牧师在11月15号周报里面呢分享了同样的经文，在那个胡须牧师的问题解答里面讲到的，多种的多收，少种的少收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样会不会太功利主义啦？或是说这是基督信仰的目标吗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1到15节的教导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多种的多收是圣经里的应许，这是出自于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6节的经文。在这里保罗虽然用农耕的概念作为比喻，他是引用了当时候俗语而说的。和合本的翻译呢，在这个事情上面加上了引号，也就是说，事实上并不如同真实的农业生活的概念一样，种什么就收什么，多种的就多收。不但如此，更不会是一种所谓的商业投资行为。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一个股市投资的时候，有可能就变成所谓的内线交易了。其实经文里面保罗所要强调的多收或是少收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其实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。保罗其实是针对哥林多教会行动力不足，他提出了劝勉。昨天我们在分享的经文分享的当中，我们看到了保罗提到哥林多教会，他们对于捐献这件事情是最早做决志的。不但如此，他们也是最早开始的行动。可是却是后继无力。他们是没心吗？或是他们没有恒心？或是他们根本就是一时兴起？保罗他也用这个马其顿教会作为例子，来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他们应该要甘心乐意的奉献。马其顿教会的基督徒是面对着逼迫，他们处在相当困难的困境之下，但是他们却仍然愿意尽心力的捐助，然后去支持使徒们的宣教的需要。因此我们看到保罗借着这个机会，也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们，上帝不会忽略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以及慷慨的心。他们所捐出来的并没有失去，而是一种播种。这种播种呢，其实是为了将来的天上的国度，是属灵的国度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转投资的概念，将地上的财富将来是收成积聚，通通是在天上。耶稣基督在山上宝训之后，继续的教训大家。他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19到21节，耶稣基督说得非常非常的明白。他这样说道：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
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明白，多种的多收，并不是指商业的行为，像刚刚说的，是一种属灵的转投资，从地上的产业转投资到天上来积聚财宝，因为我们甘心乐意，因为我们愿意回应上帝的爱，而在天上就积聚了属天的财宝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，他说：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就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也是谈到这个属天的富足，正如同我们时常说的，基督徒有一位全世界最富足的父亲，那就是上帝。雅各书的作者他也是非常反对那个态度不明，只有看重富有的人这种教会的态度。当时候的教会呢，非常势利眼，对待教会里面的信徒非常的不公平。对于富有的人呢，他们就把他请到上座去。对于卑微贫穷的人呢，就要求他们站立着做礼拜。雅各写信来提醒他们，当时候教会不应该歧视，不应该欺负穷人。他这样提醒说：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面来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吗？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，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吗？拉你们到公堂去吗？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经上记得说，要爱人如己。在基督徒的信仰、教会的生活里面，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、恩赐，更应当要学习捐的乐意，并且同时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慷慨，因为透过我们的捐的甘心，这样的生命来见证我们、展现我们顺服主、爱人如己的教导。我们用生命证明了自己是主的仆人、门徒，也因此我们就荣耀了基督的名。我们要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12章2到6节。瞧吧，上帝是我的救主，我要信赖他，我不惧怕。上主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拯救了我。正如清水使干渴的人欢心，上帝的子民也因他的拯救喜乐。在那一天，你们要歌唱，感谢上主，称颂他的名，要向万国宣告他的作为，要向万民传扬他的圣名，要向上主唱歌，因为他成就了大事。要让全世界听到这消息，住在西安的人都要欢呼歌唱，
以色列的神圣的上帝是多么伟大呀！他住在以色列人民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，白白的赏赐救恩给我们。主啊，你要我们学习白白的舍去这样的功课，也借此来实践爱的教导，表达我们是全心全意的爱上帝。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样的生命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